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7日，希伯来书13章16节安尼讲：着为吉天做好事，互相帮赞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祭物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做好事，互相帮赞，做你欢喜的祭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圣洁公义、慈爱信实、永活永在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要来敬拜甲尊重你的名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是我人民甲稳定的天父。主啊，你的信息达到强壮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我要学到你永无煞。主啊，你是牵得一切的尊荣甲颂赞，你的名至悬至圣，你的作为奇妙。主啊，求你除去阮冷淡的心，互阮看见软弱甲困苦的人的需要。求你互阮有欢喜做好事的心，毋是出自勉强。互阮愿意互相帮赞，彼此扶持，通成做你欢喜的祭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